来看有一个11岁查某囡仔，因为呼吸衰竭，装叶克膜4个月，一直拢等无气管通医室。台病院的医疗团队决定要来挑战难度真悬的活体肺部医师，来救这个妹妹的命哦。这个妹妹的父母一人捐一半的血，手术是真成功，互查囝恢复健康。这嘛是咱台湾的头一个，做伙来了解。团队，然后透过这个活体肺叶移植的手术。 让我们3个人能够平安顺利，把我这个濒临死亡的女儿，把她救活。除了感谢，也是感谢姚先生的囡仔，去年因为白血症引起呼吸衰竭，使用 ECMO 维持性命4个月，一直等无大碍血液关症。看到囡仔的状况逐工变歹，罗尾病院提出爸母活体捐赠血液，互囡仔的建议，就算爸母拢会失去1成以上的肺部功能，因要是就决定。很快，我们就是家人讨论之后，我们就做了这项决定了。对小朋友而言，他已经使用叶克膜长达4个月。 所以他的一些出血的情况都会比别人严重，再加上小朋友跟大人不一样，他的这些血管、气管都会比较小。台湾过去并无活体血液捐赠的案例，而且捐赠的条件真严格，除了爱2个18岁到55岁评估健康的人，搁爱是病患高龄亲依赖的亲人，而且体型、血型等等，拢爱经过评估适合。 落尾是由爸爸捐出正下边的血液，妈妈捐出倒下边的血液，病院出动4组人手工时间进行手术，15点钟才完成。就好像我们这个肝脏移植有分为脑死器官捐赠跟活体器官捐赠一样，好，那只不过肺脏移植的活体器官捐赠需要有2位健康的这个亲属来捐赠家属，相对跟肝脏移植跟肾脏移植只需要有1位家属捐赠器官。 困难度是多了多。病院3今2个互疗小妹一家伙仔庆祝。台病院表示，这摆手术就算是由技术领先的日本来评估，成功比率也只有50%，因为在国内这算是技术试验，前3个费用是由病院来负担。记者郭本淡报道，台北报道。